想象一下，台北某个阴雨的午后，你走在公寓大楼的楼梯间，外面传来风声，地板有些湿滑，你准备踏下最后一阶，突然尖叫无法好好控制，身体往前一滑，心跳瞬间加速。这一刻，你明白，原来脚力不够，真的会出事。很多人以为过了60岁就该慢慢来，少动一点。但真相是，你不是一夕之间变弱的，而是每年、每月、每周一点一点流失力量。当你发现自己上楼梯会喘，下楼梯会怕，转身会晃，其实身体早就在发出警讯。我必须很诚实地告诉你一件事，如果你没有把这支影片看完，你可能会错过3个能够预防70%跌倒风险的关键动作。这些跌倒，轻则让你需要半年复健，重则可能让你从此失去独立生活的能力。你知道吗？当腿部力量不足时，你的生活会开始出现这些改变。你从椅子上站起来需要扶东西，下楼梯时必须握紧扶手，转身时身体会不自觉晃动，甚至走在平地上也开始变得小心翼翼。这些看似微小的变化，其实正在一步步夺走你的自信和自由。但我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你的身体依然在听你的话，不管你现在是60岁、70岁还是80岁，只要用对方法，做对运动，你的双腿依然能够恢复力量。这不是奇迹，而是科学。今天我要跟你分享3个专门为台湾长辈设计的安全运动，让你能够重新掌控自己的身体，不再害怕跌倒。这3个动作不需要任何特殊器材，不需要去健身房，你在家里、在客厅、在房间里就能完成。而且每天只需要10分钟，就能让你的生活品质大幅提升。现在，让我们一起来了解，为什么台湾的长辈特别容易失去腿部力量。别忘了订阅频道并开启通知，才能收到我们最棒的健康建议。我想知道你是否正在追踪这支影片。如果你觉得这个内容有帮助，请在留言区打数字1，如果没有，请打数字0。很多人问我01是为什么？我们台湾的长辈特别容易腿部无力，其实答案就藏在我们的生活方式里。首先，我们来看看台湾人的居住环境。大部分人住在公寓大楼，里室内空间不大，平常在家里走动的距离其实很有限。从客厅到厨房可能只有几步路，从房间到厕所也不过10来步，一整天下来，你在家里的活动范围可能连50公尺都不到。再来是我们的现代化设施，电梯随处可见，很多人已经好几年没有爬过楼梯，去菜市场、去医院、去捷运站，处处都有电梯和手扶梯。你可能觉得这很方便，但对腿部肌肉来说，这就等于少了很多锻炼的机会。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心理因素，害怕疼痛。很多长辈因为过去运动时觉得不舒服，或是膝盖曾经痛过，就开始越来越不敢动。但你知道吗？越不动，肌肉就越弱，肌肉越弱，就越容易受伤。这是一个恶性循环。现在让我用简单的方式解释给你听。你的腿部有3组非常重要的肌肉，它们就像3根支柱，支撑着你的整个下半身。第一组是臀中肌，它负责让你保持左右平衡。当你走路、转身或是闪避障碍物时，臀中肌就像是一个横向的刹车系统，防止你往旁边倒。第2组是股四头肌，也就是大腿前侧的肌肉。这组肌肉负责让你从椅子上站起来，上楼梯、下楼梯。它就像是你身体的主引擎，帮助你对抗地心引力。第3组是腿后肌，也就是大腿后侧的肌肉。这组肌肉控制你的每一步，让你能够稳定的往前走、往后退或是蹲下来。
当这3组肌肉开始变弱，你的生活就会开始出现困难。但请你记住，这不是你的错，这只是身体在缺乏活动时的自然反应。好消息是，我们完全可以改变这个状况，只要用对方法，你的肌肉会重新苏醒。大家好，我是林宏哲医师。在过去40年里，我一直在台北的医院从事复健治疗工作，专门帮助年长者恢复身体机能。在这40年的临床经验中，我看过太多因为跌倒而来求诊的病患。每次看到他们坐着轮椅进诊间，脸上写满了无助和懊悔，我的心就会很痛。因为我知道，其中绝大多数的跌倒其实都是可以预防的。让我告诉你一个很多人不知道的事实：大部分长辈跌倒并不是因为头晕、眼花或是身体突然不舒服，真正的原因是腿部力量不足。当你的肌肉无法支撑你的身体，无法及时做出反应，跌倒就成了迟早的事。这就是为什么我决定录制这支影片。我希望能够把这些知识、这些方法分享给更多人。我不希望你们等到摔倒了、骨折了，才被家人推着轮椅来找我。我希望你们能够在家里用简单、安全的方式就能保护好自己。接下来我要教你们的3个动作，都是经过科学验证、临床证实有效的运动。这些动作不会让你觉得太累、太痛苦，也不需要任何昂贵的器材。他们是我40年来从上千位病患身上累积的经验，是真正是和台湾长辈的复健运动。我向你保证，这3个动作既温和又安全，只要你愿意每天花10分钟跟着做，你的腿会越来越有力，你的生活会越来越自在。现在，让我们开始第一个动作。现在我要教你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侧向阶梯踏步。为什么我把这个动作放在第一个？因为它能够训练一个非常关键的能力——横向平衡。你知道吗？有70%的失去平衡都是发生在你往旁边移动的时候。想想看，当你在捷运站里要闪开旁边的人，在马路上要避开突然冲过来的机车，或是走进便利商店时要侧身让路，你的身体就需要很好的横向控制能力。在台湾，这个能力特别重要，因为我们的人行道高低不平，路缘石的高度经常不一致，骑楼的地面也常常有落差。如果你的臀中肌不够强壮，你就很容易在这些情况下晃动、失衡，甚至跌倒。让我用简单的方式解释给你听，你的臀中肌就像是你身体的横向刹车系统。当你需要往左边或右边移动时，臀中肌会紧紧抓住你的髋关节，防止你的身体过度倾斜。如果这个肌肉很弱，你的上半身就会像一根不稳定的杆子，随时可能往旁边倒。现在让我一步一步教你怎么做这个动作。第一步，找一个高度大约10到15公分的阶梯或是踏板。如果家里没有，你可以用一些厚的书本叠起来，或是用一个稳固的小板凳。第二步，站在阶梯的旁边，不是站在前面，而是侧边，让阶梯在你的右侧。第三步，用你的右脚踏上阶梯，注意要用整个脚掌才稳，不要只用脚尖。第四步，把重心慢慢移到右脚上，然后把左脚也抬起来，站到阶梯上。这时候你的2只脚都在阶梯上，身体要站直。第5步，在上面停留1秒钟，感受你的右侧臀部在用力。第6步，慢慢的把左脚放回地面。注意，这个动作要慢，要有控制，不要让身体突然掉下去。第7步，接着把右脚也放回地面，回到起始位置。第8步，重复这个动作12到15次，然后换边练习。第9步，每天做2到3组，每组之间休息1到2分钟。第10步做完之后，
记得喝一点温开水，吃几片苹果，或是喝一点淡淡的蜂蜜水，加一点点海盐，这样可以帮助肌肉恢复。在做这个动作时，有几个安全重点，你一定要记住。首先，保持你的背部挺直，眼睛看前方，不要低头看脚。其次，踩上阶梯时要用脚跟先住地，然后整个脚掌踩实，不要用脚尖踮起来。如果你家的地板比较滑，记得在下面铺一张瑜伽垫或是止滑垫。如果你觉得这个动作太难，我也有一个简化版本给你。你可以站在桌子旁边，双手轻轻扶着桌面，然后练习把一只脚往侧边抬起来，再慢慢放下。这个动作同样可以训练你的臀中肌。有些人需要特别小心，如果你有严重的帕金森氏症，视力很差，看不清楚，或是最近刚做过髋关节置换手术，请先跟你的医师讨论之后再开始练习。让我跟你分享一个真实的故事。陈阿姨72岁，住在新竹。有一次她走在巷子里，突然有只狗冲过来，她要侧身闪开，结果脚一软就跌倒了。后来她来找我，我教她这个侧向踏步的动作，才练了2个礼拜，她就明显感觉到自己走路时比较稳了，转身闪人的时候也不会再晃来晃去。做完这个动作之后，记得要好好休息，坐下来喝一点温开水，吃几片水果。你可以吃一点苹果，或是喝一点蜂蜜水，在蜂蜜水里加1小撮海盐，这样可以帮助你的肌肉快速恢复能量。让我跟你说一个残酷的事实，有70%跌倒的长辈需要花3到6个月的时间才能恢复。更可怕的是，有40%的人从此失去独立生活的能力，必须依赖家人照顾。想象一下，如果有一天你无法自己去厕所，无法自己洗澡，无法自己出门买东西，你的生活会变成什么样子？你的尊严、你的自由、你的快乐都会一点一点消失。但是我要告诉你一个充满希望的消息，这一切都是可以预防的。你不需要花很多钱，不需要去健身房，甚至不需要离开你的家。你只需要每天花10分钟，认真做这3个动作，就能大幅降低跌倒的风险。你的腿力就是你的生命力。当你的腿有力气，你就能走到你想去的地方，你就能做你想做的事情，你就能过你想过的生活。这不是夸张，这是我在医院看了40年得到的结论。所以请你记住，从今天开始，每天花10分钟照顾你的双腿，不要等到他们出问题了才后悔，现在就行动，你的未来会感谢你。接下来我要教你第2个更重要的动作。现在我要教你的第2个动作，是我认为最重要的一个运动——作战训练。为什么我说它最重要？因为它训练的是你每天都会用到，而且攸关生活品质的基本能力。从椅子上站起来。让我先跟你讲一个故事。王伯伯78岁，住在台中。他每次从马桶上站起来，双腿都会发抖，有时候甚至站不稳，必须扶着墙壁才能走出厕所。他跟我说，每次要上厕所他都会紧张，因为他害怕自己站不起来。这种恐惧让他开始减少喝水，减少外出，生活品质严重下降。你知道吗？从坐姿到站姿，这个看似简单的动作，其实动用了你全身很多重要的肌肉群。它不只是靠腿部力量，还需要你的臀部肌肉、核心肌群以及下背部的肌肉一起协调运作。这个动作就像是你身体的主引擎，支撑着你每一天的所有活动。当你能够轻松地从椅子上站起来，你就能够自己上厕所，自己起床，自己坐下吃饭。但如果这个能力退化了，你的生活就会开始需要他人协助，你的独立性就会一点一点消失。现在让我非常仔细地教你怎么练习这个动作。第一步，找一张硬的椅子，不要用太软的沙发。
坐在椅子的边缘，不要坐太深入椅子里面。第二步，把你的双脚打开，大概与肩膀同宽，脚掌平稳地踩在地上。第三步，从髋关节开始，让你的上半身稍微往前倾，注意是从髋部倾斜，不是弯腰驼背。想象有人在你的屁股后面轻轻推你一下。第四步，把重心放在你的脚跟上，然后慢慢地把身体往上推起来，用你的腿部力量，而不是靠手撑着大腿站起来。第五步，当你站起来之后，停留1到2秒钟，感受你的腿部和臀部在用力，确保你站得很稳。第六步，接下来慢慢的有控制的坐回椅子上，这个往下坐的动作非常重要，不要让你的身体突然掉下去，要像是有个隐形的绳子在轻轻的放你下来。第7步，重复这个动作10到12次，算是1组。第8步，每天做2到3组，每组之间休息2到3分钟。第9步，随着你越来越进步，可以试着把椅子换成稍微低一点的，增加难度。第10步，做完运动后记，得补充水分和一点点营养。你可以吃1根香蕉，喝1杯温豆浆，或是喝1点温热的蜂蜜水。在练习这个动作时，有几个常见的错误，你一定要避免。第一个错误是用手推大腿来站起来，这样做会让你的腿部没办法得到充分的训练。试着把双手放在胸前，或是轻轻放在大腿上，但不要用力推。第二个错误是膝盖往内倒。当你站起来的时候，注意你的膝盖要朝向正前方，跟你的脚尖方向一致，不要让膝盖往内侧夹。第三个错误是坐得太深入椅子，如果你坐得太里面，站起来会非常吃力。记得要坐在椅子的前1/3处。如果你觉得这个动作太难，我也有简化的版本，你可以找一张比较高的椅子，或是在椅子上垫一些毛巾，让起始高度高一点。另外，你也可以练习迷你起立，就是只站起来一半的高度，然后再坐回去，这样可以慢慢建立你的力量。有些朋友需要特别注意，如果你在站起来时会头晕，如果你有急性的膝盖疼痛，或是你最近刚做过骨盆手术，请先咨询你的医师，确认你适合做这个运动。做完这个训练之后，你可以做一些简单的放松动作，坐在椅子上，轻轻转动你的脚踝，或是把腿伸直，再慢慢弯曲，让肌肉放松。记得喝1点温开水，吃1点轻食。香蕉是很好的选择，它含有丰富的钾，可以帮助肌肉恢复。豆浆也很好，它提供优质的蛋白质，或是喝1杯温热的蜂蜜水，让身体感觉舒服。我想跟你说一句话，每一次你从椅子上站起来，你都在重新夺回对身体的控制权。这不只是一个运动，这是你在宣告我的身体依然强壮，我的人生依然由我主宰。现在要教你的第3个动作是专门预防下楼梯跌倒的训练，控制式下阶。你知道吗？有90%的下楼梯跌倒都是因为缺乏离心收缩的控制能力。什么是离心收缩？让我用最简单的方式解释给你听。当你下楼梯时，你的大腿肌肉不是在用力收缩，而是在慢慢拉长，同时保持张力，就像一个刹车系统。这个刹车如果失灵，你就会控制不住速度，一个不小心就往前跌。想象一个画面，台北捷运站里，你准备走下阶梯，人潮拥挤，地面有些湿滑。如果你的大腿前侧肌肉不够强壮，无法好好控制下降的速度，你的脚就可能踩空，身体往前一冲，后果不堪设想。你的股四头肌，也就是大腿前侧的肌肉，是你下阶梯时最重要的防跌刹车，它必须在你的脚往下移动时持续保持张力，让你的身体能够平稳慢慢的降下来。如果这个肌肉太弱，你就会失去控制，跌倒的风险大大增加。
现在让我一步一步教你怎么练习。第一步，找一个稳固的阶梯或踏板，高度大约10到15公分，你可以用家里的台阶，或是买一个运动用的踏板。第二步，双脚站在阶梯上，身体站直，眼睛看前方。第三步，把你的右脚慢慢的往下伸，准备踩到地面，但重点来了，你的左脚要一直留在阶梯上，而且要持续用力，控制你下降的速度。第四步，让右脚轻轻地碰到地面，注意是轻轻碰到，不是整个人的重量都放上去，你的左脚还在阶梯上，还在用力控制。第五步，当右脚碰到地面之后，用左脚的力量把身体推回到起始位置，让双脚都回到阶梯上。第六步，重复这个动作10到12次，然后换脚练习。第七步，每天做2到3组，每组之间休息2分钟。在做这个动作时，有几个很容易犯的错误，你要特别注意。第一个错误是下降得太快，很多人想让身体突然掉下去，这样就失去训练的意义。记住，你要慢慢的有控制的往下，就像有人在上面拉着你一样。第二个错误是弯腰驼背，你的上半身应该保持挺直，核心要用力，不要让背部弯曲。第三个错误是膝盖往内转，你的膝盖要对准你的脚尖方向，不要让它往内侧倒。如果你觉得15公分的阶梯太高太难，你可以从更低的高度开始，用5公分高的小板凳也可以，甚至你可以在平地上练习，只是把一只脚往下伸到比较低的位置，感受控制下降的感觉。有些朋友需要特别小心，如果你有严重的膝盖退化，有高度的骨质疏松症，或是你在最近6个礼拜内曾经跌倒受伤，请先跟你的医师讨论，确认这个动作适不适合你。做完这个训练之后，记得好好放松，你可以坐下来喝一点温开水，加一点柠檬和1小撮盐，或是吃几片橙子，这些都能帮助你的身体快速恢复。让我跟你分享另一个真实的故事。黄奶奶81岁，住在高雄。有一次她走在路边要下人行道，结果一个不注意，脚踩空，整个人往前跌，手掌擦伤，膝盖也淤青。从那之后她就不太敢出门。后来她跟着我教的下阶训练，认真练了3个礼拜。她说她现在走路自信多了，下楼梯也不会再心惊胆跳。记住，这个动作不只是在练你的腿部力量，更是在训练你的神经系统、你的平衡感、你的身体控制能力。每一次练习，你都在告诉你的大脑，我可以安全地下阶梯，我有能力保护自己。也许你会好奇，为什么我要用这样的方式来教你这3个动作？为什么我会在紧张的警告之后，又给你温暖的鼓励？其实这背后有一个科学原理，在神经科学里面，我们知道人的大脑需要2种重要的化学物质，多巴胺和血清素。多巴胺让你有动力、有冲劲，想要采取行动；血清素让你平静安心，感觉一切都在掌控之中。当我告诉你跌倒的风险，告诉你后果有多严重，你的大脑是分泌多巴胺，让你警觉起来，想要改变现况。这就是我们说的高峰时刻。但如果一直保持在高度紧张的状态，你会感到压力和焦虑。所以接下来我会告诉你，其实有方法，其实不难，其实你做得到。
这时候你的大脑会分泌血清素，让你感觉放松和安全。这就是低谷时刻。这3个动作的编排，正是按照这样的高峰低谷循环来设计，目的是让你在观看这支影片时，既能感受到改变的急迫性，又能感受到方法的可行性，让你既有动力开始练习，又有信心持续下去。这不是随便设计的，这是根据人类心理学和神经科学的原理，专门为你量身打造的学习曲线。我希望你不只是学会动作，更能真正爱上运动，把它变成你生活的一部分。亲爱的朋友，我们的影片已经接近尾声了。在结束之前，我想用最真诚的心跟你说几句话。跌倒这件事真的不是小事。我在医院工作这么多年，看过太多原本健康独立的长辈，就因为一次跌倒，人生从此改变。有些人再也站不起来，有些人失去了信心，不敢再出门，不敢再过原本喜欢的生活。但我也看过很多奇迹。我看过70多岁的阿公阿妈，原本连站起来都困难，经过3个月的训练，可以自己走去公园散步。我看过80几岁的老人家，原本需要家人搀扶，后来可以自己搭公车去探望老朋友。这些奇迹不是医学仪器创造的，而是他们自己的努力、自己的坚持换来的。现在，我希望你也能成为这样的奇迹。请你每天给自己10分钟，不要多，就10分钟做这3个动作，照顾你的双腿，照顾你的未来。不要等到双腿开始发抖了才行动，不要等到跌倒了才后悔。从现在开始，如果你的父母年纪大了，请把这支影片分享给他们。如果你的邻居是独居老人，请把这些方法告诉他们。如果你认识的长辈需要帮助，请让他们知道运动可以改变生命。我想用一句话来结束今天的分享：让运动成为你的良药，让习惯成为你的力量。你的双腿会感谢你，你的家人会感谢你，你未来的自己也会深深感谢今天愿意开始改变的你。谢谢你看到最后，记得每天10分钟，健康一辈子。我们下次见。